那他妈怎么了？真的他这现在的是，那先和大家说一声晚安。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继续安乐道论的课程。那我们上一堂课呢，就是讲完了成熟自心绪的六度，以及成熟他心绪的四摄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要特别的讲述后二度，也就是呢，心律以及智慧的修持方式。那之前呢，我们在中士道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在中士道呢，他所希求的呢，就是能够脱离轮回，然后要希求解脱。那脱离轮回以及希求解脱的方式呢，就讲述到要透有三学的修持。但是呢，在中士道的时候呢，就讲述到三学里面戒学如何修持。对于定学还有慧学呢，并没有多做特别的说明。那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呢，会特别讲述后二度，就是静虑以及智慧的体性的缘故呢，所以在那边呢没有特别的讲述。那等到现在呢，再来仔细的说明。那我们之前呢，在讲述到上师道的修心的时候呢，那讲述到了就是上师道的修心呢，它又分为就是如何发生此心的道理，就是如何升起菩提心的道理。那还有呢，就是发菩提心之后呢，该如何修学的道理。那如何发生此心的道理呢？如何升起菩提心的道理呢？又讲到说就是修持菩提心的次第。那在讲述到修持菩提心的次第的时候呢，那就讲述到说呢，就是透由清果的教授呢，以及自他换的教授呢来做修持。那讲完修菩提心的次第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要说以轨受法，就是我们要如何的来受持所谓的愿心以及行心。那讲述完说以轨如何受持之后呢，那就讲到说，那我们发心之后呢，该如何的来做修持。那发心之后呢，该如何的来做修持呢？又讲述到说，就是第一个呢，讲到说总行修习的道理，就是整个呢六度的修学以及四摄的修学该如何的做修习，也就是总行修习的道理。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特于后二波罗蜜多修习的道理。那特别呢，就是讲述静虑以及智慧的修持，就是后二六度里面的后二度，也就是静虑度以及般若度。那静虑跟般若呢，或是我们讲述的智慧呢，为什么要特别的讲述呢？因为特别讲述原因就是，无论我们是要希求解脱也好，或是我们要希求一切遍智也好呢，那我们最主要呢，就是透由修持静虑以及智慧二者呢，才能够承办解脱以及一切遍智，所以才讲述到呢，这个是我们真正的要好好来修持的，所以才要特别的来做讲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安乐道论的第31页的第二段。那讲到说呢，特别呢于后二度的修学。那特别于后二度的修学呢，又分为两个。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静虑的体性，也就是极止的修学。然后呢，以及第二个呢，智慧的体性，就是圣观的修学。那在静虑的体性呢，就是极止修学的部分呢，同样呢又讲述到说我们在做上修的时候呢，该如何的修持？那以及做间修的时候呢，该如何的修持？那做上修该如何修持呢？又讲述到说，它又分为前行、正行还有结行呢这三者。那这是从一开始呢，我们最初在讲述一指三知识呢，一直到现在呢，那这些呢都是共同的科判。那第一个呢，讲述到前行的时候呢，就是行者呢应具备总的前行次第。那这个总的前行次第呢，就是我们之前所讲述到的加行六法的修持。那除了说要修习加行六法之外呢，那特别呢应具备中下士道的修心法行。那除了就是修行加行六法之外呢，那对于说像是下士道的修持、共下士道的修持，还有共中士道的修持呢，我们要好好的去做思维。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那要开始修止之前呢，那就讲到说，我们要依止呢，就是能够修持止的资粮。那所谓修持止的资粮呢，就是讲到说我们要修止的时候呢，极止呢，我们要修习极止的时候呢，所要具备的6个条件。那6个条件呢，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住在随顺处。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要少欲。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说要知足。第四个呢，就是要断除就是杂物。第5个呢，就是戒律要清净。那第6个呢，就是要断除贪等分别。所以呢，要修习止之前呢，要先具备这6个条件。
也就是讲到说依止摄摩他的资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看到就是安乐道论第31页。那这边呢就讲述到说，我们除了呢要具有加行六法之外呢，那还有说要特别具备共下以及共中四道的修心的这一种修持思维之外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讲述到说具备这6种资粮。那6种资粮的第一个呢，就是要说要住在呢具有5种功德的这一种地方。那这5种功德是哪5种功德呢？那第一个呢就讲说在住地妙善有，办妙善心意和顺的僻静之地。那这边呢就讲述到说，就是他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就是所住的地方呢，他要具备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具备有5种功德的这个地方。那这5种功德是哪5种呢？那在庄严经论里面有讲到说，聚会修行处、易得贤善处、善地及善友、于切安乐具。最主要讲的呢，就是说这5个功德。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5个功德里面，第一个呢就讲到说易得饮食，就是说你住的地方呢，你对于说食物还有衣服这些呢是要容易获得的。所以第一个呢讲到说易得饮食，就是容易获得饮食。那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就讲述到说，就是在具有5种功德里面呢，就如同《经庄严论》里面讲到说，聚会修行处，就讲到说的，我们要好好修习止观的话呢，那我们所要修行的地方呢，就是第一个易得。那易得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它容易能够获得我们所要衣服还有饮食等这些资具呢，是它要容易获得的，所以想要说易得。那第二个呢，贤善处，贤善处呢指的呢就是指到说，就是这个地方呢，它过去呢就是有圣者呢曾经住过的地方，就是圣者他曾经住过的地方，所以叫做贤善地。那贤善处，那第三个呢讲到说善地。那善地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住了之后呢，就不会产生各种疾病的这种地方呢，叫做善地。那第4个呢，讲到善友。那所谓的善友呢，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具备，就是他也要好好的实践，而且呢，我们见解呢是要相同的这一种法友。如果说呢彼此见解不相同，差异太大的时候呢，容易引起争论。所以讲到说呢，要有善友。那最后呢，讲到说于切安乐具。那于切安乐具呢，最主要呢就讲说住的地方呢，它没有这一种像是猛兽等或是一些会伤害我们的非人等等居住的地方呢，叫做于切安乐具。所以庄严经论里面呢，它就透由聚会修行处呢，从善德、贤善处、善地及善友、于切安乐具呢，讲述到具备5种功德。那这5种功德呢，就是在这里面所讲述到的呢，安乐道论里面所讲述到，在住地妙善友伴、妙善心意和顺的僻静之地呢，就是这一句话呢，然后阐释了这5种功德。那同样呢，我们刚刚在讲到说于切安乐具呢，就是除了刚刚所讲述到要没有人非人伤害，以及没有这些猛兽住的地方呢，那在讲到说安乐具呢，其实也有提到说于切的安乐具呢，就是对于说我们所要修持的这些内容呢，还有经典呢，就是我们要先透由文思修呢如理的理解。那如理的了解之后呢，然后能够好好的意识之后，就是对于我们所要观修的东西完全准备充足之后呢，然后再来进行观修。那以上呢就是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要安住在呢具备五种功德的地方。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我们要修学极止的资粮的第二个呢，就讲到说他要具备清净失落，就是讲到说刚刚讲的是修行的地点。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修行人本身呢，就是要修行极止的这个人呢，他本身呢就是要具备清净的这个戒体。如果说呢是法师的话，那他对他所受持的沙弥戒还有比丘戒呢，都要清净的持守。那如果说他没有受出家戒，那是在家人的话呢，那对于说居士戒呢也要好好的持守。那如果说连居士戒也没有守的话呢，那对于说断除12业的这种律仪呢，也要好好的呢来做持守。那所以第二个呢，清净失落就是我们在安乐道里面讲到的呢，就是要安住于清净的律仪。那第三个呢，就讲到说断除于许多众生同期的太过频繁的相互往来，
然后还有呢，第4个呢就是断除种种出分的贪欲寻思。那第3个呢就讲到说，就是断除于就是不要和太多的人呢有过多频繁的往来。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典里面讲述到的呢断诸杂物。那所谓的断诸杂物呢，就是当我们确定要好好开始休息极止，或者说要开始休息摄摩他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不要和别人呢就是去做生意，或者说呢帮别人呢就是像是看病，或者说呢去卜卦，或者说呢像是就是历算啊、卜卦等等这些呢，算命等等这些呢，那这些呢都不应该去做，就是这些杂物事呢，不要和一般人呢就是有过多的往来。所以第3个呢讲到说断诸杂物，那第4个呢就讲到说断除种种出分的贪欲寻思，那就讲到说断除贪欲等诸恶的这种寻思，就是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心呢，就是在贪的这些非理作意之上呢，不断的增长。所以呢，我们要去思维到说五欲还有轮回的过患。那特别呢，就是讲述到说，我们在休息止的时候呢，休息极止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所安住的地方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呢，要听不到就是没有人的地方。就是没有什么人声，没有什么人的讲话声音的地方。那在晚上的时候呢，就是不可以有这些狗叫声啊，或者说动物的这种叫声，或者说呢是水声等等。因为修极止呢，它最主要的一个障碍呢，就提到说是声音，所以在修止的时候呢，它是要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呢来做修持。所以呢，就是要避免呢，在白天呢，就是因为白天要是在人多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被人的声音所干扰。那夜晚呢，如果说很多动物像是狗啊等等在叫，或者说像是水声等等的，那都会干扰到就是我们休息极止，所以要安住在极静处。那除了这些之外呢，那就讲到说，接下来第5个呢，就讲到说就是要少欲，然后以及第6个呢知足。所以这边讲到说少欲知足，那少欲呢就是讲到说我们不要贪恋我们所吃的或是穿的这些资具。那知足讲述的呢，就是对说我们所获得的这些，无论是像是粗鄙的这一种，就是比较不好吃的食物，或者说比较粗糙的衣服等等呢，我们也要常常呢能够知足。所以最后呢讲到说少欲知足。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讲述完就是修止的6种资粮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又讲述到说，就是此外在安乐座上身背直挺，如金刚跏趺坐，双手结等持印，气息平顺出入。那这边呢就讲到说，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讲述到说加行6法的时候呢，就讲到说要具备的譬如8法的这个坐姿。所以讲到说呢，我们要在就是自己坐的舒服的地方呢，就是舒适的地方，就是不要坐起来觉得不舒服的地方，然后在我们自己觉得安坐舒适的地方呢，然后在休息止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身体呢就是要挺直，背呢要挺直，然后2只脚呢就是呈金刚跏趺坐，也就是双盘的坐姿，然后2只手呢就是结等持印，就是和世尊一样，就是在期间呢就是结等持印，然后呢气息平顺输入。那气息平顺输入呢，所讲述的就是我们在之前所讲到的，就是9回风息的这种修持，就是观想就是气息呢从鼻孔进出这一种，然后呢就是平缓然后平顺的这一种呼吸的方式。然后呢所有这些修止的因具先行修习往后及趋入正行，所以以上呢都是属于修持的一个前行。那所以上述呢就讲述到说，我们在做观修止的前行准备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呢，你对于你所观修的内容呢，你在观修之前，你要先透过闻思修呢，将你所要观修的内容呢，就是完全的理解。然后在理解之后呢，那第2个呢就讲述到说，那我们要去找就是我们去观修的住所。应该说就是要具备修习止的6种资粮。那6种资粮里面的第1个呢，就是要找出到具备5种功德的这个住所。然后找到5种功德的住所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修行者本身呢要具备的就像是少欲，第2个少欲，第3个知足，那第4个呢就是断除种种的杂物，断诸杂物。那第5个呢就讲要说清净失罗，就是要清净的持戒。那第6个呢就讲要说断除贪等呢，就是这些恶寻思，就是断除贪等的这种非理所以，然后去修习五欲还有轮回的过患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属于前行的部分。
那在这边呢，有讲述到说，我们在观修止之前呢，就是要特别呢要先具备就是共下士道、共中士道，以及呢像是菩提心，就是上士道的这些修持之后呢，然后有了这些修持之后，再安住就是毗卢八法，然后呢来做观修。那这边呢是指说，就是以道次第的修持来说的话呢，就是要先具备共下士道以及共中士道，还有说像是上士道的这些修持之后，然后再来修习止或者是观。但是，一般如果说以一般的状态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说，无论是止或是观呢，止观二法呢，它其实是内外道的共法，就是无论是内道佛教徒或是外道他们呢，这些呢是共通的。因为就我们知道说，像是以外道徒来说的话呢，他们就是虽然说他们没有学过所谓的共下士道，也没有学过的共中士道或是上士道，他们就是专门在修止或是观，然后由此而获得很高的这种正量的外道呢，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到说呢，就是要先具备共下士道还有共中士道的这种修心的这种能力呢，那最主要呢是依着道次第的这种修持而说，并不是说如果说你要修习止的话呢，你一定要先有共下士道或是共中士道的这种修持，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在这里呢，就讲述到说，那我们在讲述到止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到呢，所谓的止呢，止是什么意思？那止呢，就提到说，即止两个字呢，如果说我们把它拆开来做解释的话呢，所谓的即呢，即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心呢，对我们的身体呢，对于外在的这个外在呢不再散乱，能够息除外在的这种散乱呢，称之为是即。即除外在散乱呢，称之为是即。那止呢，就是我们的心呢，能够专注于我们的所缘呢，称之为叫做止。所以呢，我们在讲述到呢，就是所谓的即止呢，即和止的意思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身还有心二者呢，能够获得清安。那什么叫做清安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如果说让我们来观修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要观修一个法类，或是我想观想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我的心呢就是没有办法安住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心不得清安。那什么是身不得清安呢？身不得清安就是我们其实坐不住，坐在那边呢，坐一下下就觉得说身体很疲劳，坐不住。那这种呢就是属于身不清安。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属于心不清安，然后呢身也不清安，就是我们现在坐在那边呢，叫我们去观想一个东西呢，其实我们连1分钟呢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把它圆住，可能坐那边呢没有几秒钟之后呢，我们的注意力呢就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我们的无论是身也好，或是心也好呢，都无法呈现清安的状态。那什么时候当我们能够进入即止状态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开始修即止之后，能够进入了即止之后呢，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获得身心清安。那什么是身心清安呢？身清安指的呢，就是说当我们坐在那边的时候呢，无论坐多久，我们的身体呢都不会感到疲惫，也不会觉得说脚会酸啊，什么背会痛啊，这种都不会。那这种呢就是属于身清安，就是你可以安住很久。那心清安呢，就是我们的心呢能够专心的圆在一个我所要圆的这个事情事上呢，然后不会有任何的分心，然后你想要圆多久呢，都可以圆多久呢，这种就是属于心的清安。所以我们在讲述呢所谓的静虑呢，它的体性呢，就是讲到说，就是身心现法乐住静虑，就是我们的身还有心呢，能够让我们的身和心呢，它能够升起这种身心清安的这种安乐，获得身心清安安乐的这种呢，就是静虑的体性。那我们知道呢，就是在讲述体性的时候呢，有讲到说，就是即止呢，它是属于止住修；那胜观呢，就是我们讲的毗婆舍那，或者说胜观。胜观呢，它是属于观察修。那无论是止住修或是观察修呢，对我们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特别呢是以说，如果我们光只修止的话呢，只修即止的话呢，它对我们来说也具备无边的功德。为什么呢？因为无论说呢，我们是观修的呢是无常也好，或者是我们观修的是业果也好，还是说我们去思维轮回过患、慈心、悲心、菩提心，或者说空正见，就是证得空性的智慧呢，那这些呢，如果说
我们在这些呢，它都是属于观察修，但是在这些观察修之前呢，如果我们能够有止住修的话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做这些观修的时候呢，内心不会有任何的散乱。那你因为内心没有任何散乱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就能够去入自己的所缘，就是你所观修的法类，你自然而然呢就能够去入。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呢，它可以让你呢，对于说你所观修的这些善行，就是你所做的这些善事善行呢，让它都变得呢更有力量，它具备了这种殊胜的功德。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有讲说到说呢，三乘就是声闻缘觉还有大乘呢，三乘所有的功德呢，全部呢都是真正的止观，或者说呢，我们现在不具备真正的止观，那就是随顺于止观的这些果报。所以呢，如果呢没有任何，我们要是没有办法升起真正的止观的话呢，那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三乘的功德呢是没有办法升起的。所以无论如何呢，就是止和观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31页的倒数第3行，就是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述完了前行之后，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正行。那在这边呢就提到说，正行时呢，虽然说有多种修习止的所缘境，就是说呢，我们要开始正修即止的时候呢，那我讲到说我们要修止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要修奢摩他的时候呢，那世尊呢有讲到，这边讲到说多种呢，就是世尊呢，他有讲到说4种的所缘境，就所缘境呢，就是我们所要观修的对象，或者说你所要修的法。那这边讲的所缘境呢，就是有4种所缘境。那世尊呢，他讲的4种我们在观修即止的所缘境呢，就讲到说，第一个呢是周遍所缘，那第二个呢是净行所缘，第3个呢是善巧所缘，第4个呢是净惑所缘。就是说这4个所缘境呢，无论呢你观修哪一个都可以，并不是说世尊说有4种这个所缘呢，所以我们4种所缘都要观修，并不是的。就是说你觉得你最符合呢修你觉得你和哪一种所缘最为的相应，那你就修那一种就好，并不需要4种都修。那就是讲到说周遍所缘、净行所缘、善巧所缘还有净惑所缘。所以这边讲到说呢，正行的时候呢，虽然说有多种，也就是讲说这4种所缘呢，就是我们修习止的所缘境，就是我们所要观修的这个对境。但是呢，在这些里面呢，最主要呢还是以随念佛身呢作为殊胜，就是在里面呢，因为我们是佛教徒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在观修我们修止的一个所缘境的时候呢，还是以佛像呢，就是佛的身相呢，来作为我们最主要的观修的对象呢，来的最为的殊胜。那而且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是以佛身呢来作为修持的话，那特别呢，像说是在密续里面呢，就是密法里面有讲到说诸多的本尊。那在讲到说我们在观修这些本尊于前的时候呢，那它对于说我们去入密法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成为这些密乘的这种法器，所以它有很多的这种殊胜的这种原因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一开始观修的时候呢，就是能够以一尊佛像呢，就是你所相应的这个佛像呢，来作为你的所缘境来做观修呢，那这是最好的。那对于说呢，就是以佛的身相呢来做我们观修呢，有怎么样的好处呢？那这个呢，就是在讲到说诸佛现住三摩地经，或者说在三摩地王经里面呢，还有讲述到说，就是我们要是以佛像来作为我们修止的一个所缘境呢，那还有哪一些好处呢？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所缘的对象呢是佛像的缘故，那因为你所缘的对象呢是佛的缘故，你缘佛然后来摄持你的心，所以呢这个就是随念佛。那因为随念佛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可以获得大福田，就是我们可以累积很多的福报。那第二个呢，如果说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就是以佛像做我们的所缘境，然后如果我们所显现的这个佛的身相呢，它是非常的就是坚固，非常明晰坚固的话呢，那由此我们来做礼拜或是供养或者是发愿呢，就是来做这些累积我们福德的这个资粮田，或者说呢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呢，来做我们进藏的一个进藏之田。那这个呢就想要说所缘呢是最为的殊胜。那还有呢第三个呢，就讲说，如果说我们在临命终的时候呢，就是将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以佛像来做我们所缘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不会退失随念佛，就是我们不会忘失这些佛像。那第4个呢，特别是对说修习密续的这些行者来说呢，那他们观修呢，就是本身于且本身就是特别殊胜的一件事情。那因为观修本尊于且的缘故呢，还有
非常多的这种好处，所以呢，我们才要以呢佛身来做我们的所缘境来做观修。所以呢，这边就讲述到说呢，我们在观修止的时候呢，那最主要的所缘呢，就是以佛身来做我们的所缘呢，是作为殊胜的。那该如何的去观修呢？那这边接下来就讲到说修习之理，就是31页的倒数第二段，安乐道论31页倒数第二段呢，那该如何的去做修持呢？就是观想从顶门的，就是我们之前讲述到说，我们顶门呢是一直都观修着和世尊呢，就是体性无二的这个上师。那我们就观想呢，就是顶门的这个释迦世尊的心间呢，就是放出就是光芒。那它这个光芒呢，就如同说像是蜘蛛网一样，就是放射出去的那个相状的，像蜘蛛网这样一层一层的呢放射出去。那就是我们观想这个放光的时候呢，这个光就是像蜘蛛丝一样，就是很细，然后呢一道一道的这个放射出去。那然后观想每一道光芒的这个尖端呢，最前面呢都有各种的就是莲花殿，然后莲花殿之上呢就是有月轮殿，那月轮殿上面呢就是有释迦牟尼佛，就是讲到说，就是我们一开始呢在讲述到安乐道论的时候呢，最前面呢一开始我们在讲述加行六法的时候呢，就讲述到说，就是我们要如何观想资粮田。那在观想资粮田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就是观想我们的前面呢，就是我们对方的虚空，我们前面的虚空呢，就是有8只雪山狮子呢，它所倾举的这个高广宝座。那在这高广宝座上呢，有各色的莲花殿，还有月轮殿，然后上面呢就是安坐着释迦能人。那它的体性呢，是我们自己的根本上师。那就是这边所讲述的，从释迦牟尼佛身摄金尘而至金刚加福座，就是这边所讲述到的，就是它的颜色呢，世尊的身色呢是金黄色，然后它的头顶呢有5间顶像，一面2臂，然后右手持低印，左手等持印，然后呢等持印上面呢就是有钵，然后钵里面呢就是装满着甘露，然后呢身上披着就是3件法衣，然后呢具足就是32相80种随行好了，它的体性呢是清澈光明的，然后以金刚加福座呢，就是这场以金刚加福座的这个坐姿呢，就是我们用如是就是一一呢来观想世尊的身相，就假如说逐一随念，就是念到哪边呢，然后就做观想。那这个世尊像大小多大呢？就是观想佛身化为就是谷粒大小。那这边的谷粒大小指的就像说我们平常讲的像是一颗豆子的大小，就把佛的身上的大小呢，我们所观想佛身上的大小呢，就大概是一粒豆子这么大。那他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在自己肚脐前方的虚空端坐，就是观想这一尊豆子大小般的释迦牟尼佛呢，它的位置呢是在我们肚脐前方的虚空安坐。然后呢，于此呢，就是一心专注的缘念，就是透由这种方式呢，然后来缘念呢我们所要观修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形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30页的最后一段。那或者说呢，我们可以做另外一种的观修方式，就或者呢，就是观想，就是从顶门呢，就是和世尊无二的上师呢，然后他的身相呢，他的身体呢，就是像一盏灯。一盏灯呢，引分为2，就像我们在点酥油灯的时候，我们在点灯的时候呢，就是一盏灯点燃一盏灯一样的，我们就观想，就是我们顶门的释迦世尊的身相呢，它化现出第2身。那第2尊，我们观想化现出第2尊这个世尊之后呢，那观想这个世尊的身相呢，融入我们自己的身体。那同样的呢，融入我自己身体之后呢，那就观想呢，就是自己呢，就是在就是由8只呢雪山狮子呢所倾举的高广宝座上呢，然后有各种的莲花殿，还有月轮殿，还有日轮殿，然后呢自己呢安坐在其上，然后呢自身呢就是化身为释迦牟尼佛，然后其他呢就是如同刚刚所讲述的身金黄色啊，然后具5间顶像，一面2臂，然后一直到呢就是也是以金刚加福座的坐姿呢来做观想。那这是第2种的观想方式，就是第一种呢就是观想从我们的前方呢，就是观想，就是有一尊释迦世尊。那第2种观修的方式呢，就是观想呢自身呢变为释迦世尊，就是有这2种的方式来做观修呢，都是可以的。
那对于说呢，一开始呢，就是修学佛法的人呢，那有一些人可能对于说世尊像呢，并不是非常清楚的话呢，那一开始呢，就是先对一尊呢，无论说像是用画的佛像也好，或者说呢，就是雕塑的佛像也好呢，然后就是在的观看，然后呢，就是用眼睛呢一直去看，然后呢看熟之后呢，就一定呢就是要记住这个佛像的这个相貌，然后令这个佛像的相貌呢，然后显现呢在我们的心之上，然后呢在的做这种串习，就是对一个就是从来没有见过世尊佛像的人来说呢，可以用这种方式呢来做观修。那当然，我们在讲说观修止的时候呢，并不是用我们的眼睛呢去看，然后来观修，只是说一开始呢，透由我们的眼睛去看呢，来做一个助伴，就是你要先把这个佛像的样貌呢记清楚，然后记清楚之后呢，你真的在观修止的时候呢，是透由我们的心理、我们的意志，透由我们的心呢去做观修，而不是透由眼睛去看呢来做观修，并不是的。最主要是眼睛呢是一个助伴，就是把佛像看熟、记熟之后呢，然后之后在观修的时候呢，是要在我们的心之上呢，能够明现这个佛像的相状。那所以呢，观想自身呢，就是现为世尊的形象之后呢，然后就观想呢，它就像是天空的彩虹一样呢，是无自性的这种显现的方式，然后透过这种方式呢，专心的来圆念呢，就是自身呢现为世尊的这个形象。那接下来呢，也有讲述到说呢，如果此时呢，我看32页的第一段，如果说在这时候呢，自己想要观修黄色的佛身呢，却现为红色的颜色；想要观修端坐的外相呢，却现为站立的外相；想要观修一尊呢，却现多尊等等呢。当发生这种情况时，不应随行，一心专注原念原先原本安立的所缘境而做修习。那这个时候呢，就讲说我们在观修呢，就是无论说观想自己成为世尊，或者说呢观想对面虚空有世尊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我觉得佛像呢，虽然说世尊是黄色的身相，但是我把它观想成红色的，好像比较容易。或者说呢，我们知道说世尊呢，它是呈现就是双盘的这种坐姿，但是你觉得说，我观想世尊站起来的样子呢，好像比较容易。那或者说呢，我们知道说我们所观想的对象呢，世尊只有一尊，但是你会觉得说，哦，观想一尊好像不够，好像多观想几尊呢，比较容易做观想。那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虽然说你会觉得说，你好像把佛像观想成红色，或者说坐姿呢观想成站姿呢，好像你比较容易现起来。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应该随着自己觉得说想怎么做呢就怎么做，应该呢一心呢专注原念呢，我一开始根本呢所要观修的这个所缘境，就是你一开始所要缘的这个佛像到底是什么样的相状呢？你就要去做这样子的观修，而不是说你觉得说，哦，我这样观修好比较容易观得起来呢，然后就去做改变，而是呢要一开始呢就是要观修着你一开始所观想的这个你所缘的这个佛像，它是什么形，它是什么相状呢？就如实的观修。因为如果去换这样所缘境的时候呢，我们的止呢就没有办法修得起来。那在这里呢，接下来就讲述到说，就是我们不应该随行，然后呢，应一心呢专注原念原本，就是根本安立，就是我们一开始呢所缘的这个佛像呢，做我们的所缘境，然后来做观修。那即使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并没有得到极为就是沉净光明体性的这个世尊的身相，那如果呢整体佛身仅仅出现一半余的明晰，也应该做一心专注原念的修持。那就讲到说呢，我们一开始要观想佛像的时候呢，我们不可能一观想的时候呢，就把整个佛像呢就是非常的清楚呢，然后非常明晰的这样观想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就讲述到说，那用什么的方式来做观修呢？就讲到说，我们呢也可以呢，就是一开始呢，就是先观想世尊的头部，我们就先观想头。那如果能把世尊的头部呢，就是观想的非常清楚之后呢，然后再观想世尊的手这些支分，那手呢也能够观想好之后，那接下来呢再观想世尊的身体，那世尊的身体呢也观修，就是能够明现之后呢，那最后呢再观修世尊的脚。那等到每一个部分呢都观修的清楚之后呢，然后再来观修总体的这个佛身。那这样子的观修呢也是可以的，透过这种方式呢，因为透过这种方式，你一个一个局部去观修之后，然后最后能够现起整个佛身的时候呢，透过这种方式来做修习也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32页的第二段，那就讲说，此外呢，不管一坐之期的久暂，就是说，无论说这一坐的时间呢是长久，或者说比较短暂的时间呢，都不应该掀起任何一点点的沉默或者是掉举。如果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要马上的呢去了知到说，已经升起了沉默和掉举，然后呢，升起的强烈呢就是欲断之心，想要断除这个沉默以及掉举的心，然后一心呢专注在安住的所缘，并且呢，我们心呢不要忘失我们的所缘，然后呢，在的呢去忆持，透由正念呢，在的去忆持我们的所缘。那心呢与我们的所缘呢，如果说能够持续的守护的话呢，那就是一开始对于说我们初修行者呢，能够承办止的这个助分的一个善巧方便。那这边就讲到说，我们在观修之前的这个意乐呢，意乐的安利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在观修之前呢，就是我要先想说，不管说这一座呢，我做的多长的时间，或是多短的时间呢，我一定要想办法呢，不要让我的心绪中升起任何一点的沉默或者是掉举。如果升起沉默跟掉举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升起强烈的呢，就是断除沉默掉举的这种心，然后让我的心能够安住在这个所缘，不忘失这个所缘。那这就是属于正念的部分，就是透由正念呢，在的意持，然后呢，心呢就是要沿着这个所缘呢，持续的去守护，这是正知，就是要去观察说我们的沉默跟掉举呢是否有现起来。那如果说能够透由正知跟正念呢，然后让我们在这一座时间，无论说它是多长时间的，让这个沉默跟掉举不要升起来的话，那就是初夜行者呢，他在承办止的一个善巧的方便。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讲述到说，上述呢，我们在已经讲完了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要了解到说，就是修习止的时候呢，所要具备的资粮。那修习止呢，所要具备的资粮呢，就讲到说有6种的资粮。那除此之外呢，6种资粮之外，我们讲到说，就是修止的时候呢，要具备哪一些所缘？那再讲到说，就是所缘呢，其实有非常多的所缘。那这么多的所缘里面呢，就讲述到说呢，我们最主要观修的所缘呢，就是以世尊的佛的身相呢，然后来作为我们最主要的所缘。那因为呢，就是我们观想佛的身相呢，或是本尊的这个身相呢，来做观修，对于我们初修行者来说呢，是最殊胜的。那至于说观修的方式呢，无论说我们是观修这个佛的身相呢，是在我们的前方也好，或者说呢，我们自己呢现为本尊的形象呢，都是可以的。那在讲完这些之后呢，就讲述到说，我们在修习止的时候呢，会讲到说，就是会有5种过失，就是我们修止的时候呢，会遇到5种过失。那为了对治这5种过失呢，所以就讲述到说有8种的8行呢，然后来做对治。所以就讲到说呢，就是依靠着8行，然后来对治5过失。所以呢，就是弥勒菩萨呢，就是持世菩萨呢，他在辩中辩论里面呢，就想要说依止8行因断除5过失，就是我们依止的8行呢，然后来断除5过。那这5过呢是哪5种过失呢？那5种过失里面呢，就讲到说，第一个呢就是懈怠，所以懈怠呢是我们修持止的第一个过失，就是因为懈怠的缘故呢，所以没办法修止。那第二个呢，忘教授。这边讲的说忘教授呢，遗忘教授的意思呢，是指说我们丧失了我们所观修的所缘，就是我们丧失了呢我所要观想的这个对境呢，叫做忘失教授。那第3个呢，就是沉默还有掉举，就是把沉默呢跟掉举2个呢合为一个过失，所以沉掉呢是一个过失。那第4个过失呢，就是提到说不作行。那第5个呢，就讲到说是作行。那什么叫做不作行呢？就是当我们升起沉掉的时候呢，然后呢，你不去做对治，这个呢叫做不作行。那第5个作行呢，就是你没有升起沉掉呢，但是你去刻意去做对治这一种呢，那这个呢叫做作行。所以呢，这5种过失呢，就是讲到说，第一个呢是懈怠，那第2个呢就讲到说忘失教授，第3个呢就是沉默还有掉举。第4个呢是不作行，那第5个呢就是作行，所以讲到说呢视为5过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回安乐道论的第2段，那看第2段的倒数第3行。
那总之呢，就是讲到说，如果呢我们想要修学清净的三摩地，就是修习清净的极致的话呢，就如同论中所说，就是断五过失八自行，有比一指因而得，就是刚刚我们所讲到的一指八行因断除五过失，就是要断除这五种过失呢，就要依靠着呢就是对治的这个八行，所以呢必须一指断除五种过失的八种对治行呢，然后才有办法成办。那这八种对治呢，就是八行里面呢是如何的来对治五种过失呢？那就讲到说呢，始终三摩地的前行修习时，懈怠是过失。那第一个呢，我们讲到说，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五过失里面的第一个呢是懈怠。那要断除懈怠呢，就是讲到说八行。那八行里面呢，前面四行呢都是在对治懈怠的，所以就讲到说呢，懈怠呢是过失。那比对治呢共有四种，就是比呢指的是懈怠，那对治懈怠呢总共有四种。那第一个呢就是见知三摩地功德的尽性，就是我们如果呢想要不懈怠的时候呢，那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到说三摩地的功德，所以你要透由去认识三摩地的功德之后呢，然后升起一个尽信心，升起信心。那第二个呢就是精勤于三摩地的第二个呢，就是希求三摩地的欲求，就是呢，你本身呢要升起一种就是希求，你要希求三摩地，你要希求极致，那你要升起这种欲求心，所以第二个呢是希求三摩地的欲求。那第三个呢就是精勤三摩地的精进，假如说呢，你想要升起三摩地的时候呢，那你一定要有精勤的这种能力呢，然后你一定要在三摩地上不断的精进的去修持呢，你才有办法升起。所以第三个呢，讲到说精勤于三摩地的精进。那因为精勤三摩地的缘故呢，所以呢，第四个呢就得到精勤于三摩地之后呢，所获得的果呢就是清安。那我们也刚刚也讲到说，就是所获的果报呢，就是身清安以及心清安。那身清安呢，就是我们在无论观修多久呢，我们的身体呢都不会感到疲惫。那心清安呢，就讲到说，我们对于我们所缘的这个对所缘境呢，完全不会遗失，完全不会忘失，然后能够专注一心呢，在这个所缘境之上呢，这个就是属于心清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下一段呢，就第一个呢，就讲述到说对治懈怠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信、欲，然后呢就是精进，然后还有呢清安这四个。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第二个过失呢，就讲到说，我们在修习三摩地的时候呢，然后忘失教授呢是一种过失。那刚刚讲说，忘失教授呢，就是忘失了我们的所缘形象，就是对于你所要观修的这个对境呢，你遗失了这个你所观修的这个对境。那对治的方式呢是正念，然后呢，但是呢，正念不能仅仅以不忘失所缘境为喜足，应一心专注缘念所缘境之上，具足定解坚固的持持力。那这边就讲说呢，我们要对治呢，就是遗失的这个所缘境呢，是透由我们的正念，就是我们的心呢一直缘在这个境之上，但是呢，不要把就是不能仅仅呢，就是把不忘失所缘呢，就是作为一个目标，并不是说哦，我的所缘境好像没有遗失，我一直都观修在这个对境之上，我所观修对境都没有遗失，这样是不足够的，而是呢要一心呢专注在我们的所缘境之上呢，然后呢是要这种坚固的持持。那什么叫坚固的持持呢？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像是我们在拿碗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拿碗的时候，就是手就是稍微这样靠着把它提起来。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手会出力呢，然后把这个碗呢，就是很坚固的这样子拿在手上。所以就如同手呢，就是出力呢，很稳稳的把这个碗呢拿在手上一样。就是我们除了有所缘形象呢是不够的，就是你对于这个所缘形象呢，你要是用你的心力呢去支持它的这种方式。那这个呢是第二个。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说第三个过失呢，就是沉默以及调举。那对治沉默与调举的呢，就讲到说是正知。那就是这边呢，就讲到说，当修持三摩地时呢，沉默调举呢是过失。那对治沉默调举的呢，就是正知。所以由正知呢，就是来观察，就是沉默调举的染集与不染集。那染集与不染集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呢，是否升起了沉默与调举，就是透由正知来观察说，沉默跟调举呢是否升起。那最好的状况呢，这边又分为就是三种，就是最殊胜的这种观察的方式呢，就是发现
我们的心呢，就是还没有升起沉默的调举的时候呢，就已经察觉。就比如说我观修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然后发现说，我现在做的时间有点久，然后我的沉默跟调举好像快要升起来的时候呢，那在沉默跟调举还没升起之前呢，然后就断除的，那这个呢是最好的状况。那中等的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在沉默跟调举还没升起之前呢，他没有办法了知，但是沉默调举一升起来之后呢，他立刻就了知，他会有正知呢，就立刻察觉到，然后就立刻断除的。那最下的状况呢？最下的状况就是沉默跟调举呢，就是已经升起来了，然后升起来一段时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就是比如说升起稍微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立刻察觉，然后予以断除的这一种。所以呢，这假如说断除沉默跟调举呢，最好的是正知。那最好的状况呢，就是我们最好要做到的呢，就是沉默还有调举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就已经发现说，这个时候沉默跟调举好像要升起来了，所以呢，立刻的把这个沉默跟调举还未升起之前呢，就把它给断除。那中等呢，就是它已经升起了，沉调它已经升起之后呢，然后立刻的断除。那第三种呢，就是沉调已经升起了稍微一段，并不是很长的时间，它稍微升起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然后察觉而做断除。所以呢，就讲到说第6个对峙呢，就是讲到说就是正知。那正知所断除的呢，就是第3个过失，就是沉默与调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32页的倒数第2段。那前面呢，就是讲到说沉默呢跟调举呢是过失。那这时候就讲到说，那昏沉呢还有沉默调举呢，他们彼此之间呢有什么样的差别？就是我们了解到说沉默跟调举是过失之后呢，那也了解说它跟昏沉的差别呢到底在哪里？就是我们要了解每一个呢，就是修习禅定的时候呢，它所带给我们的这种障碍。那这些障碍呢，你要先理解到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先讲到说什么是昏沉呢？昏沉呢，就是我们对我们的所缘境呢，就是已经不清楚了。所缘境呢，就是几乎已经不见了。然后呢，身心现起凝重之相。那身心呢，就是很厚重的意思。那什么叫做身心厚重呢？那身厚重呢，就是身体呢感到非常的疲累，觉得我们身体好像很重，提不起劲来，这一种呢是属于身的厚重。那心的厚重呢，就是我们的心呢处于烦躁的这种状态呢，就是这边所讲的，就是身心呢现起厚重之相。那这种呢就是昏沉，就是你的所缘境呢就是已经不见了，然后你的身体跟心理呢都感到非常的疲惫的这种呢是属于昏沉。那第2种呢，那这个时候呢，昏沉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就如同堕在黑暗之中，就是感觉呢，就是因为你已经圆不到你的所缘心上，所以你觉得你所缘的好像都是黑黑的乌漆嘛黑这样子的。那这种呢就叫做昏沉。那第2个呢，就是心呢，虽然说它的所缘境呢，就是还在，心虽不为其他所缘境所夺，就是说你所缘的这个所缘境呢，虽然还在，但是呢，虽然说你的所缘境还在，但是你已经丧失了成分还有名分。丧失成分还有名分的意思呢，就是讲到说呢，你对你的所缘呢，它显现的呢不是这么的清晰。刚刚是所缘形象都不见了，那现在是你对你所关注的这个对境呢，它没有这么的清晰。所以这是讲说呢，你的正念的力量呢，它比较微弱。正念的力量呢比较微弱，那这种状态呢是属于初分的沉默。那初分的沉默呢，就是我们还是有可能会察觉的。那最后面一种呢，就讲到说细分的沉默。那最后一种就讲到说，虽然呢它成分还有明分，就是说你所观察的这个所缘境呢，它还是很清晰，但是呢，对于所缘境定解的支持力呢，稍趋无力。那这个呢是细分的沉默。什么叫对于说所缘境的定解呢，就是稍趋无力，就是我们的心呢在执持这个境的时候呢，就是稍微会比较放松一点，就是你执持的这个对境呢，你不像之前呢提了这么强的心力去做执持，你的心力呢就是已经有趋缓的这种状态。那这种呢是细分的沉默。那细分的沉默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难以察觉的。我们往往会觉得说，我的成分就是明分，就是我所观修的这个所缘境呢，它还在，那就表示说，其实我的心呢，像是专注于所缘境之上，那这个呢，就是属于禅定。所以在宗喀巴大师还未出世之前呢，有很多就是西藏的这些修行人呢，他搞不清楚就是细分的沉默，还有说像是
三摩地，也就是这边讲的就是极止的差别，他们会把这种细分的沉默呢认为是极止，认为是三摩地，然后觉得说呢自己呢是在修习三摩地，但其实呢他这时候已经不在修持三摩地，他在修持的呢是细分的沉默，但是他自己没有任何的察觉，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因为如果没有好好去了解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到说，什么叫做对于说属缘境的持执力呢，稍微就是无力，稍微比较松缓，这种感觉如果没有真实去修呢，就是不知道。那即使呢有修行呢，升起这种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不会，也没有办法很轻易的察觉，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部分。所以这一段呢，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修持三摩地的时候呢，会遇到的障碍。那也就是讲说呢，特别呢就讲述到说，昏沉呢，还有沉默以及调举呢，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那在讲到说沉默和调举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说，沉默和调举呢，它都分为就是粗分的沉默，还有粗分的调举，以及细分的沉默，还有细分的调举呢，那有做粗细的这种区别。那对于昏沉来说的话呢，昏沉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所观修的这个所缘境呢，它已经变得不清楚，然后呢身心呢就是感到疲惫的这一种呢，就是称之为是昏沉。那对于说呢，就是以沉默来说的话呢，那沉默粗分的沉默呢，虽然说它的所缘境还在呢，但是它的成分呢，还有说它的明分呢，就是它显现的并不是这么的明显。那这个呢是属于粗分的沉默。那细分的沉默呢，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比较难以察觉，就是因为呢它的成分呢，还有它的明分呢，就是它清楚显现的这一部分呢都还在，但是呢我们就是对于所缘境呢，就是内心在持持的时候呢，就是稍微显得没有这么，就是稍微显得没力，在持持所缘境的时候呢，心会稍微显得没力。那这种呢是属于细分的沉默。那在了解了这一些过失之后呢，就是升起三摩地的障碍之后呢，那无论说像是昏沉，或者说像是粗分的沉默、细分的沉默呢，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在还没有升起之前呢，我们就将它断除。那中等的话呢，就是一升起之后呢，立刻断除。那最差的状况，也就是升起不久之后呢，然后能够立刻的去做断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就是当升起就是昏沉，或者说粗分沉默，还有细分沉默的时候呢，那该如何去对治它呢？那就看到32页的倒数第4行，这些过失的对治呢，那说那如何去对治这些呢？那就是透有呢，就是思维呢三宝的功德。那因为思维三宝的功德呢，让我们的心呢就是能够提起来的缘故呢，所以能够断除昏沉以及像是沉默，然后或者说呢，我们去做光冥想。那还有呢，就是去行持呢心气虚空融合的教授。那什么叫做心气虚空融合的教授呢？那它其实呢是一种观想的方式。那首先呢，就是观想呢我们的脐间呢，肚脐这边呢有红白明点。那红白明点大小呢，也就是像刚讲的，大概就是像一个豆子这么大。然后呢，观赏这个红白明点呢，从脐间呢，从肚脐间呢，然后一直往上，然后从我们的顶门呢，然后出去，然后出去到空中之后呢，它就融合在空中之中。那这种观想方式呢，就叫做心气虚空融合的这个教授。那透过这种观想的方式呢，它会让我们呢，就是在昏沉或者说在粗分和细分沉默的时候呢，它能够让我们的心力呢能够提起来。所以无论说像是观赏三宝功德，或者说做光冥想，或者说呢这种心气虚空融合的教授呢，是对治昏沉以及沉默的对治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什么叫做调举。那接下来我们看到32页的最后一段。就是呢，当我们的心呢与所缘境呢不能安住不动，然后稍微呢有所散乱呢，那这个呢是属于细分的调举。那细分的调举如何的去做对治呢？那同样呢，它就是依着呢，就是我们的正知正念呢，然后去做修习，然后透过正知正念呢，然后来对治我们这种细分的调举，就是对于所缘境呢，我们稍微呢有点散乱的。那如果呢这种状况呢，就是依靠着正知还有正念呢，仍然没有办法继续安住在我们的所缘境之上呢，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为各种就是贪境或是各种烦恼呢所散乱的时候呢，那这种呢就是属于粗分的调举。
那对于说出分的这个调举呢，我们该如何的去做对治呢？那就是去观修，就像是孽死无常，还有三恶道苦，还有轮回的痛苦，或者说各种呢，就是对治调举的这种教授呢，依着这些教授呢，然后来对治我们的调举。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最主要呢，就是讲述到说，就是我们在修止的时候呢，或者说修生摩他的时候呢，会有5种的过失，那透由8行呢来对治这5种过失。那这5种过失里面呢，第一个呢就讲述到说懈怠，那对治懈怠呢就讲到说8行里面的前面4行呢都是来对治懈怠的。那它是如何对治的呢？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了解三摩地功德的，有了解三摩地功德之后呢，升起了净信，所以第一个对治呢是信。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升起了就是希求三摩地的这个欲心，就是想要去希求、想要学习呢，好修持三摩地的这种欲心。那第三个呢，就是精勤三摩地的这一种精进，所以第3个对治呢是精进。然后以及第4个呢，我们透过精进之后呢，所获得的果呢就是清安，所以第4个呢是清安。那接下来第2个过失呢，就讲述到说忘失教授，那忘失教授呢，就讲到说，就是我们的所缘形象呢，就是已经遗失了。那忘失所缘形象最好的对治方式呢，就是透由正知呢，然后来做对治。那第3个呢，就讲到说沉默。那沉默呢，该如何的来做对治呢？那我们再讲述到说，就是昏沉呢，还有说像是粗分以及细分的沉默呢，那在对治的时候呢，就是透由观修，就像是三宝功德，然后光明想，还有呢就是心气虚空融合的这种方式呢，然后来对治昏沉，还有粗分以及细分的沉默。那对治调举的时候呢，就讲到说透由正知正念呢，然后来说对治。那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对治的时候呢，就是属于粗分的调举。那粗分的调举呢，就是透由修习无常，然后呢三恶去苦、轮回痛苦，还有各种呢就是对治调举的这种教授呢，然后来说对治。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内容。那对于说就是不对治行还有对治行呢，那我们到下一堂课呢再来继续的做解说。那阁下刚呢，就是说到说他那边呢，就是突然下了大雨，所以风非常的大。那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听到风声跟雨声？